后来乡亲啊，这个地方创新成功的关键，是要把每一个所在独有的在地特色发掘展现出来。台湾四面拢是海，甲海洋有正密切的连接。咱会看海、耍海、食海产，但是对海洋的生态却真少咧关心。安尼现象有一个华人的查囡仔看到了，伊是读海洋科系，大学毕业了后放弃出国深造，回到家乡花莲。邀请到全台湾的民众到花莲来体验讨海人的生活，希望大家做伙来掠海产，感受渔船的风貌。北台湾的家人同款嘛是为海洋来出发，近年来嘛积极来撒观光，嘛来发展出一个独有的海洋社区的风貌。咱做伙来看。同样的，有向往的文化，也能靠自己涵养。我们其实从小到大被教养就是，海很可怕，不要去这样。台湾明明就是一个海岛，可是我们过去对海洋的认识可能就是只有从海鲜，可是海鲜，而且认识的层面可能就是好不好吃。大家到底对台湾的海洋，不管是鱼类资源还是这个地方的文化，它到底认识多少？海洋子名不亲海。对黄文琪来说是个难解的谜。出身海洋环境研究背景的他，想到解方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花莲七星潭做食鱼教育，让民众了解鱼从产地到餐桌的过程。这其实是一组就是定制渔网，它是英文叫做 fixing set net， 就是固定在海里面的一种抓鱼的方式。对。七星潭的定制渔网从日治时期发展至今已有100年历史，因为属于被动式捕捞，捕的都是洄游性鱼类，对海洋环境较友善，是黄文琪的教学首选。更重要的是，家人就是做定制渔业，用亲情说服一下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应该说台湾人啦，大部分功利主义还蛮重的，会担心他就是这样会不会饿死啊？就是做教育这件事情本身就是。有一点像蝴蝶效应一样，做了这么一点点，就每天那么努力的做这些工作，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得到回报。结果，哥哥舅舅们都觉得他有问题。舅舅们就觉得说，就是到底脑子是坏掉了吗？明明就读到国立大学，然后原本要出国读书。我还记得那时候我舅舅跟我说，有谁想要听我抓鱼？第一线的渔民不相信做教育能成为商业模式。怎么会有人想站在艳阳下体验讨海人生活？偏偏想了解的人还真不少。举手跟我说，麦当劳的麦香堡，对不对？来，什么鱼？鳕鱼。真鳕还假鳕？假鳕。这大朋友小朋友异口同声，一定是假的这样子。来，认识他一下好不好？我们诗玉也认识他一下，什么鱼？黄线霞鳕。黄文琪的食鱼课程目前已经举办超过200多场，参与民众已经超过1万多人。而这间料理教室的负责人就是参与者之一，认同黄文琪的理念，邀请他到台北授课教学，瞬间额满。都市人其实吃海鲜可能认识的不外乎就是那一些鲔鱼，然后鲑鱼，这就是进口鱼，然后或是可能台湾的养殖鱼、虱目鱼、无锅鱼。可是其实周边明就有那么多海洋资源，他们其实也都很好吃，而且很新鲜，只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那样的机会去认识他们。黄文琪透过课程让大小朋友学会认鱼、选鱼、处理鱼，让大家学会吃当季的洄游性鱼种，帮助海洋有序。而渔村也因为这只努力振翅的小蝴蝶，开始改变风向。现在在做的在 try 的一个 business model，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可以成功，台湾其他的渔村或是渔业，他们可能是永续海洋的，他们其实也可以做到。那我们其实优于其他地方，就是我们有非常丰富的这些海洋的资源，所以它其实这边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亚洲或是亚太区，它是一个认识海洋资源的一个缩影。希望透过食鱼教育，让台湾成为渔业观光的基地，发扬海洋文化。这样的愿景也被企业基金会赏识，提供顾问与店面放置教材，让超商也能成为食鱼教育的场域。其实，企业若能投入地方产业的活化与创新，将能加快创生脚步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个故乡，对不对？特别是那个战后婴儿潮那一代，在他比较已经有所成就。有所资源的时候，能够鼓励他们说，那你能不能
认识一下你的故乡，或者来帮忙你的故乡这样。所以我们特别会推一个东西叫做企业家投资故乡。战后婴儿潮世代不仅能投资地方，正值退休年龄，是迁移乡村养老的潜在人口，拥有丰富的资源与经验，也能成为再就业人力，让在地经济产生正向循环。政府也必须要有实质作为。过去大家会印象觉得基隆爱下雨，好，然后觉得湿湿冷冷、脏脏、臭臭、黑黑的。你现在来基隆跟3年多前来基隆是完全不一样，你会认不得这个是基隆。过去基隆港曾是世界第7大货柜港，国际大船带来物流、钱流，基隆成为买舶来品重要据点，风光一时。然而在台湾加入 WTO， 台北港启用营运后，基隆港总运量开始逐年衰退，变得冷冷清清。但现在的基隆港几乎每天早上7点钟都可以看到邮轮靠港，4000多人一起下船出关的盛况。国际邮轮公司相中基隆港拥有临近日韩的地利之便，成为母港首选。去年基隆港邮轮旅客突破94万人，成为亚洲第3大邮轮港。我们发现另外一块很大的对基隆在地经济帮助，还有台湾经济帮助最大的是船员。光是这些船员在基隆的每年的消费啊，就10几亿。由于是母港操作，游客约7、8成都是台湾人，台湾人鲜少会在基隆留下过路财，但邮轮的物资补给与维修却在基隆当地形成供应链。以公主邮轮为例，去年的在地采购金额就达到6亿2千万台币，在地业者也感受到邮轮带来的新气象。因为邮轮的这个客群越来越多，所以很多到基隆港做邮轮的市场，我们叫 fly cruise， 搭飞机到台湾来，然后再去做邮轮。那这个生意其实我们也有涵盖到了。真的是受气象影响，过往10月到3月受东北季风影响，湿冷的基隆是超级观光淡季，但现在几乎天天有邮轮到港，饭店的住房率都可以维持近8成，邮轮产业正逐步地改变基隆。请立桩，第一锤，开工顺利。基隆军港打算在3年内完成西迁，再将货柜厂一起迁移，成为邮轮码头腹地后，原本只能停3艘邮轮的基隆港将可望停到7艘，同时也改善硬体，运用1化，迎接更多的旅客。我们基隆市的一个发展的策略，就是我们必须紧紧的抓住这几年的这个机会之窗，然后把我们的设施还有都市的环境把它建构配套到位。那基隆应该就可以在未来的20年立于不败之地。过去那个失业率最高、离婚率最高、自杀率最高，被称作最不幸福城市的基隆，正在改头换面，靠着邮轮迈向世界新航道。创生不是只有彩绘咖啡为旅行，而是彩绘咖啡为旅行加上其他。这个其他是你以前不知道的，习而不察的。这个习而不察，有可能是被你一度判死刑的产业，或是你家乡里被埋没的好东西。地方创生除了想象力，也要观察力，更需要战后婴儿潮的企业家衣锦荣归，也要文青一只只的小蝴蝶一起拍着翅膀，拍出温暖微风，让生机随风落脚台湾每个地方。